范姜彥峰又帥又能唱，網挖上6中競賽片段超狂實力太震撼。男星范姜彥峰上月底心碎開撕老婆果果外遇王子邱聖翊震驚外界，他日前登上天后版妹直播，坦言體重從76掉到65公斤，苦嘆快失去愛人的能力，落寞神情令人心疼。范姜成為輿論熱點後，過往參賽大陸唱歌節目的片段被挖出，清亮又帶有磁性的嗓音受到網友們一番讚美。范姜彥峰嗓音迷人，第一首歌寫給女兒。范姜彥峰擁有模特兒、演員及歌手等多重身份，天生又有一張俊俏臉蛋，可說是才貌雙全。自果黃不倫戀爆發後，許多網友開始關注范姜，更翻出他過去登上6中者，就是對唱的唱歌節目，其中他與女隊友合唱《原來時》，聲情並茂，把導師李榮浩、鹿晗和羅志祥拉入他的音樂世界之中，隨聲搖擺，對他的表現十分滿意。范姜彥峰除了在節目上展示好歌喉，也不時會將錄製好的翻唱作品放上個人社群。他曾唱過《不得不愛》、《我會好好過》及《美女與野獸》、《Beauty and the Beast》等歌曲。溫柔悠揚的歌聲吸引一票粉絲聆聽，而他前陣子上傳首支自創曲《守護你的微笑》，獻給他的寶貝女兒果醬，一直想為你寫一首歌，也想紀念自己成為爸爸的心境。心願總算是實現了，我的第一首創作因為是寫給你，特別有意義，對女兒的愛不言可喻。不過范姜近來忙着處理家務事，已19天沒更新社群動態，直到昨20晚他曬出學習自潛過程的照片。雖然掉了11公斤，但從照片可見，他體魄依然結實。他也在貼文自我喊話，期許自己對於未知能不忘熱忱和初心，自律和善良都是一種選擇。True to myself。拾起碎片，面對現實，努力修補，然後把肉償回來，積極讓自己振作起來。